被非法採集。經調查之後，印尼當局回覆，心臟係喺巴厘島驗屍嘅時候被摘除，並且留喺當地。之後心臟被交還俾屋企人，但係需要基因檢測先至可以確定係咪屬於死者。有法醫話喺驗屍過程中，器官會被移除同埋稱重，但係應該喺驗屍之後放翻入去遺體裏面。杜姆沙特死後4日先至有人報警，警方報告話佢死前飲咗酒，同埋食咗抗抑鬱藥，相信佢係意外浸死。同佢一齊嘅1男2女未有被警方問話就獲准返回澳洲。家人話杜姆沙特游水好叻，冇可能係意外浸死，於是委託律師要求印尼警方重新調查。律師星期3喺巴厘島召開記者會出示驗屍報告，指死者身上有傷口同瘀傷，呢一啲唔係遇溺嘅症狀，促請警方傳召同死者同行嘅3個人問話。印尼警方其後話會要求澳洲當局將3個人送返去巴厘島協助調查。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